如果我的粉丝还在说打扫厨房黑了火的话，那你们一定没有认真的看过我分享那个邮件。妈妈，我觉得那哈儿有那么脏。有，你看到没有？你看到没有？啊，你看到没有？真油了哈。哎，看到没有？嗯。不用下面它锅要流下来。哦，你看到没有？哎，那个热点可以。看那个水啊，都已经污个了哈。那可以刷一下，可以说吗？哎呦，我这么小，你这种近点儿的，镜头近点儿。效果太好了。化妆了点嘛，我都不敢相信。天呐，你看看。哎呀，啊！我真觉得确实是好，我晕了。要不要那么好？不用添少它都得行。哎，我感觉不用添这儿。摸一下就可以，那个效果最好嘞。哦，可以。哦，那个可以。那个可以。嗯，效果可以哈。可以。晕了都那么弄了，洗哈。这个洗嘛。可以。清澈了哈，还可以。我又没认真刷，就是大开刷了哈，还可以。